我先讲吼，迄个小狗应，迄个袂使，迄无效。小狗应唔是海啸啦，小狗应是迄种突然，咱有诶海边啊，像阮所有粉礁那遐吼，迄嘛定来会起迄个小狗应。小狗应啊，佫无迄个海啸，海啸足济讲，我等下哦，一个一个讲互恁听吼。迄个我即马先甲你讲，内底小狗应是袂使当作海啸啦，因为迄无共诶物件，迄差伤远吼。好，你要讲海中会使哦，海中就是海水整个涨起来哦，所以遮讲诶海中毋是涨潮哦，咱遮讲诶海中哦是迄个大海啸哦。讲8.7级迄个吼，反正若是海啸哦，你若要用外来语吼，你会当讲吼，tsunami，还是讲迄个咱有当时翻作 tsunami，迄是为迄个日语来诶吼。啊，是要讲吼，恁听清楚，直接讲海扫，海扫足水诶咧。我毋是念海啸诶啸哦，是扫地的扫啦。啥叫做海扫？海水规个吼，规个从啊扫来啦，迄做吼海扫吼。所以我遮吼个小概这海啸一个词吼，叫做海扫吼，扫地的扫吼。也是讲做起高粱嘛会使咧吼。起高粱哦，听讲哦，迄个哦是啥物海龙王哦，迄个哦啊，迄个啥上去也是安怎哦？啊，从发起的大海啸，叫做起高粱，这个会使吼。还是讲海啸，还是讲海扫吼，还是讲海翻涌哦。注意哦，这海翻涌真侪人讲哦，海翻涌，啥会讲做海翻涌？迄翻就是翻过来翻哦，因为哦，迄个海扫要来进前吼。我甲恁讲哦，大部分哦，海水规个拢退掉。你有发觉讲，规世人讲毋捌看讲海水会打去，伊毋是打去啦，它是突然向后退。为什么突然向后退？因为大地动的震波哦，互迄个海水吼倒急，伊迄一个大震动吼，互倒急，倒急了后免欢喜，毋是海水从啊无去，伊是从啊关起来吼，拔起来，关足悬的，规个起吼。这个啥？起这个吼翻涌吼，所以来海啸的台语吼，来看你是要照日语讲 tsunami，还是要讲吼起高粱吼，还是要讲海扫土骹的扫吼，还是讲海翻涌吼，还是讲吼大海中吼，价钱大嘛足好的吼，但是吼莫讲哦做小狗涌，因为迄个绝对毋是海啸，迄差真远吼，所以安尼你有清楚无？